双人做阵马三步，台北行到山顶步，身躯无钱用行路，予我想着你骄傲。离我前世有3年，金米玉素买3天，请你唔通目屎滴，应该坦白来表示。啊，闪啦！我无爱听啦。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，亲像我这款散车囝，有情无钱，哪有啥物路用啦？我看破啦。听我讲一句话好。伊咪，你这款女性，敢也还有啥物话通讲啦？啊，闪啦！妈嘞，你听我讲，其实我是不正义的，你听我讲。请你就等我，听我来做你。这是有命，请我良友，为今日我破了一切，你咱的幸福才着来行。你听我讲，你唔通挽回我。世间女性的真情，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。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，啥物人会通了解呢？请你就等我可怜的歹命路。下不三天，请我良友，为今日我破了一切，你咱的情爱才着来行。照你讲，这就是天平上的爱情啦。情就是钱嘛。家长嘞，你好好听我讲。别讲了，你听。家嘞，家嘞。请你就等我，唔通做你命。无名无姓，请我良友，为今日我真痛苦，你咱的乱梦才着来行。